只因大壮想通过5·1长假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自驾游，却即将会给他带来一场不可磨灭的阴影。上高速以后，一辆残破不堪的货车突然超车，在领先他以后又减慢速度挡在大壮车前。随着货车排出的滚滚浓烟，大壮愉快的心情严重受到影响，于是在对方迟迟没有回应的情况下，一脚油门超过了挡路的货车。可他这一行为似乎激怒了后面的老六，但大壮却对他发泄情绪的行为不屑一顾。没过多久，货车老六也突然加速，紧紧地跟在大壮的后面，蠢蠢欲动。好脾气的他不想过多纠缠，便挥手示意如果有急事让他先行。可货车老六似乎并没有急事，在超过以后再次减慢了速度，继续让大壮吸收着货车排出的尾气。看明白一切的大壮准备快速离开这里，但货车老六预判了他的预判，每次都挡在大壮的前面不让他离开。此时大壮的好心情彻底消失不见。经过几次亲密友好的技术切磋以后，货车老六终于良心发现，效仿大壮的举动挥手让他先行。看到手势，大壮表示感谢，并变道准备超过去，可下一秒对面就出现高速行驶的车辆。幸好大壮的老爷车轻便灵活，及时躲开，避免了悲剧的发生。同时大壮也意识到对方并不是路怒症患者，就是单纯想给他送盒饭。可自己平时小心谨慎，没得罪过任何人了，深知危险的存在后，再一次过弯时，大壮果断超近路，超过了货车。同时阴险的老六也彻底被激怒，很快就追了上来，但他却并没有选择超车，而是在后面不停地按着喇叭，催促大壮继续加速一分高下。见要求得不到满足，货车老六还时不时气问大壮的句话。无奈之下，大壮也猛踩油门，不断提速。由于车速太快，轻便的老爷车失去控制，撞向不远处的围栏，货车老六也满意的扬长而去。醒来后的大壮迷迷糊糊走进一家餐厅，从洗手间出来后，惊奇地发现货车像幽灵一般也停在餐厅门口，这就证明司机老六也在这个餐厅里。可自始至终，大壮也没看到过老六的样子，只在加油站看到过他的皮鞋。你的车吨位大，我斗不过你，如今你我都站在地面上，鹿死谁手还有未可知。很快大壮就找到那双令他咬牙切齿的皮鞋，不出任何意外，两人扭打在一起。也就在大壮挨揍时，幽灵老六的货车开走了，大壮才意识到自己是白挨揍了。